各位有緣人，大家好。今日係5月18日，我講你聽視頻，我係沖神我係華先生。華先生。今日咁多場賽事，你揀邊幾場俾大家？今日咧泥草混合賽啊，沙田。咁咧我揀咗第3場嘅4班1200米泥地。好，泥地啊，先講1號扶搖世勁。咁啊，第一次出賽泥地啊，咁啊排3檔。咁啊跟住3、4位，但係俾人頂到2、3疊。咁啊最後咧就跑贏咗喎，跑嚟成2個馬位都犀利啊！走2、3疊都可以贏2個馬位，叻唔叻啊？係咯。但係有能力即出即贏嘅馬，應該食住條氣勢，冇理由唞成差唔多2個月先跑。哦。喂，當3歲馬嚟㗎嘛。係咯。你話佢練馬師唔想逼佢又好，或者話佢隻馬有問題好，呢啲佢哋先知。但係隔咁耐，我係覺得有懷疑，呢啲馬唔揀得。常你又打鐵趁熱啊！係啦，唔揀得呢啲馬。好。唔要得嘅。收2號贏得自然。咁啊揾減10磅騎師去跑，但係呢隻馬咧跑完瘦咗成20磅喎，排檔啊都算好嘅。咁佢都咪上少會擺全走咯，都係領放馬嚟嘅呢啲。但係咧有馬同佢鬥搶放嘅喎。哦。我諗佢貫徹唔到咯，最尾都腳軟啦。3號運來勇士132磅，配備就變動啦。咁佢就除頭罩，又戴翻防沙眼罩。評分就57分，冇優勢嘅。仲要孭重磅，機會微啲啊呢啲馬。4號怡勁力127磅喺7檔，咁啊今次咧就除開防眼罩。佢評分係新低嘅，但係內在問題多，唔知佢馬係唔開心咩退勢化，即係跑唔翻，直情呢啲馬唔使要。5號電光有力，咁啊第一次參與競賽，但交叉被箍同埋綁離。試大集見唔到有好好走勢㗎，觀望佢啦。9號日日獎123磅喺11檔，今季贏咗2個 win 喎，交代應該有餘啊。係㗎，所以連獎馬啊嘛。係。但係相隔差唔多2個月再跑，佢評分係高企嘅，最尾都係回線質啦，我相信。11號有你有我118磅，馬啊得1000磅左右，都唔夠。咁啊跑完上一場咧，仲要瘦成18磅添。唔好先兆嚟㗎，細隻馬可以唔要㗎。12號太行美景118磅，咁佢啊除頭罩，係排一檔係好位嚟嘅，佢會跟前或者放頭跑。佢試大集有啲走勢㗎，但係呢啲馬有幾多分係實際我哋唔知，因為佢未有表演嘛。如果臨場有20倍以下就可以要啦。咁啊第3場順序10號、8號、7號、6號。收到。各位有緣人，今次華先生首先提供嘅係第3場順次序。10號機械騎士，8號加州星馳，7號嘉應駿馬，同埋6號天天灑落。第4場第4班1800米長途。好，先講1號北海道135磅，咩頂磅啊？佢係落班跑喎，而家係佢趁 fit 啦，相隔8日再跑嘅。但係得個搏字啦，談唔上穩陣啦呢啲馬。2號東方飛影132磅，56分呢個評分咧係冇咩優勢嘅。由季中搏到而家都係跑得第2、第3，跑法比較被動啲㗎，因為佢要放前或者跟前啊隻守護位跑嘅呢啲馬，但係佢磅重，咁啊分數冇着數，都至於係3344啦呢啲馬。3號富起來83磅喺9檔，評分啊未減到去贏馬嗰陣時嘅水平，咁啊繼續跑下先啦，係咪？係啊。呢個分都冇咩着數。4號烽火行雲83磅喺2檔咧係靚位嚟嘅，咁跑法可以好主動，咁啊跟前啊或者守好位都得。但係佢今季咧就跑咗9次，最叻得個第2啫喎。而家係54分，呢個評分係
佔唔到優勢，因為佢都係孭130磅，佢要人哋跑得差，佢先有機會入3甲。呢啲馬咧不適宜做投資咯，唔穩陣。7號風起雲湧，1、2、3磅喺6檔，近2次都有飛嘅，咁啊搏殺都係輸咗。應該個馬冇進步啩，佢繼續跑下先啦，等佢減下分啦或者。8號雙贏，1、2、2磅喺13檔，咁啊真情跑千拍試下，啱嘅。咁但係佢流言被血之後咧嚇，佢跑幾次佢走勢都一般嘅，呢次真情係啱嘅，都係要觀望下嘅。9號旋風傳奇，1、2、2磅，一檔係好位嚟㗎啦，但係隻馬咧贏咗之後咧唔識講。跑咗5次，都算走勢差㗎。而家季尾啦，都係減分性質啦，應該。12號貓三王，1、9磅，跑咗5次啦。毫無走勢，14檔位更加差啦，咁點發揮啫佢？13號開心三多，1、4磅，贏咗1800米嘅呢個泥地啊！跑咗幾次，即係泥地贏咗1800成季啊！咁啊跑咗幾次都係冇咩好走勢㗎。隻馬咧好似不進就反退，唔敢要啊呢啲馬。14號波爾多，1、5磅喺11檔，評分啊新低喎。馬啊退步緊嘅，相信啊不要為妙啊呢啲馬。咁啊第4場啊順序啊，11號、6號、5號、10號。收到，各位有緣人，今次再提供第4場順次序。11號駕勢奇葩，6號長勝將軍，5號青春力量，同埋10號三光飛輪。好，第6場4班12米。2號手到齊來，1、2、9磅，隔咗8日又再跑喎，仲要縮程。喺2檔係好位嚟嘅，咁啊有利放頭或者跟前嘅。但係咧，佢喺外國跑咗15次咁多㗎，屬於早熟早殘嗰類馬咯。因為喺香港跑咗13次都唔入3甲，點會要啊呢啲馬？3號火悟空，1、2、6磅喺8檔，第一次參與競賽。試第集冇咩特別走勢嘅，唔要啊。5號勝在有型啊！1、2、6磅喺泥地咧就跑咗1次，仲要係大敗咁翻嚟。咁啊今次係跑草地。5檔咧，佢會成市放頭走，守住好位啦嚇跑。但係呢啲馬未有表現嘅馬，會唔會去投資咧？佢有幾多分，我哋都未知，觀望下啦。8號彩虹七色，1、2、6磅。咁啊1000零磅馬咧跑完成一場咧都要瘦15磅喎，應該係唔理想嘅，係咪應該唔要啊？應該唔要，因為佢上次爭啲爆冷。但係隻馬咧，而家又瘦咗，咁啊而家對手又唔同咗，咁啊所以機會應該微啲嘅。好。9號花香月明，1、2、4磅，跑咗2次。冇咩走勢喎。我都發覺係。跑下先啦。10號勁者，1、2、3磅，上場係守住好位，直路啊全面贏馬嘅機會嘅時候咧，最後都係跑第3，輸1個馬位翻嚟。冇加速力，囊空晒啦，俾佢跑咗成200，雖然投咗之前啊，所以拉少200幾，俾佢望開跑，佢都加速唔到，即係呢啲馬唔叻咯，因為個質素唔係想象中咁高咯。11號高感，1、2、3磅，咁啊爆大冷喎，跑第3之後咧，跑咗3次。佢咧就爆過一次大冷，係跑第3嘅，跟住一路再跑，冇走勢喎，即係不進反退。唔知隻馬係咪唔適應啊，或者回勢啊側身馬嚟喎，我唔知點解。所以而家排12檔咧，更加難發揮啦，可以唔要㗎呢啲馬。12號風采人生，1、8磅喺6檔，除開篷眼罩又戴翻眼罩喎。跑咗11次，3甲都不入，冇咩質素嘅自靠馬，唔要啦係嘛？
第六場順序4號、7號、6號、1號。收到。各位有緣人，今次再提供第六場順次序。4號金快飛飛，7號幸運愉快，6號良區好友，同埋仲有1號標之極光。好，第10場3班千6米。 2號大浪淘田134步，上場嘅拼盡，始終都係第2班嚟。唔算叻㗎，因為有其他啲馬跑得唔係咁好，受咗。咁佢成場用咗力，呢次都係咩重磅，都係排11檔，仲差過上一次。上次10檔嘛。係。所以機會咧肯定打折扣啦，呢啲馬。 3號阿基拉83磅喺8檔，今季又跑咗10次喎。有9次毫無走勢，佢越跑越差，唔知點解。等佢有啲好走勢先再諗啦。 4號大千氣象132磅，揾緊7磅騎師去跑喎。 14檔個位咁差，要考見習生嘅發揮，談唔上有機會啦。 5號浪漫老窩83磅喺9檔，評分係高位啊。毫無優勢，蓋尾減分啦係嘛？ 6號巴閉仔131磅喺12檔。佢一做完個後部手術之後咧，即係出嚟跑咗2次啊，係毫無走勢嘅。係。佢呢次係磅重，檔又差，難發揮咯，唔要啦呢啲馬。 7號九九為尊83磅喺4檔，評分又高位，上場仲要受咗添。但佢望空之後佢走勢係唔算強嘅，尤其過咗終點之後，佢移勢完全冇嘅，即係唔係水哇！我受咗之後，我衝咗之後，咦？我過終點我移勢好勁喎，但佢顯示唔到咯。可能個騎師手瓜有力掹到隻馬啦，但我睇佢冇掹嘅。係。所以呢次得個搏字嘅，想贏困難嘅。 9號時時精準128磅喺5檔係算好位嘅，咁會放頭或者守住好位。但係連拼多次先得1 win，領個第2，嚟到季尾階段，分鐘嘅體力回落嘅喎。因為你搏咗幾劑，你7身馬嚟㗎嘛，你得先贏1次，每次都用力啦嘛，所以你嘅質素肯定唔係咁高啦。現在嚟講嚇，除非佢再進步啦，所以難唔穩陣咧呢啲馬。 11號鐵金剛126磅喺3檔，而家68分呢個評分。完全冇優勢，質素唔係想象中咁高咯，能力有限嘅呢個馬，係呢個分數啊。當靚都係直至3344啊呢個位，即係贏唔到嘅佢。 12號晴和125磅喺13檔，冇再進步㗎啦！呢個自購新馬，檔位又差，發揮又困難啲啦。你點跑啊？跟前你分鐘冇後勁，俾人頂，留後你未必追到。冇乜保障。都係唔要啦。 13號實力跑咗4次，冇咩走勢。繼續學習咯，冇嘢講。第10場順序14號、10號、8號、1號。收到。各位有緣人，我哋再提供埋第10場順次序。14號龍城精將，10號奮鬥心，8號金盛名區，仲有1號飛輪部。華先生，咁今日你將會提供邊場重心馬俾大家啊？我今日咧就揀咗重心投資推介就係第3場黃志宏見習生騎嘅10號馬，獨贏位置。好，收到。各位有緣人，今次華先生提供嘅重心馬係第3場10號機械騎士獨贏位置。另外呢，亦都有再提供2穿3 win 同埋2穿1披。咁分別係咩呢？第6場嘅4號金快飛飛，同埋第10場嘅14號龍城精將。好，祝各位有緣人 Win Q 齊中，多謝收睇，多謝支持。好多謝大家一路支持我講你聽視頻，希望大家繼續
點讚同埋追蹤同埋分享我哋嘅視頻俾大家，祝各位有緣人馬運亨通！